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姑娘，挺机灵的，有点皮。哟，快5点了，你嫂子都该起床了。对了，你和嫂子最近没事吧？没有什么事儿。啊，她有个师妹，想给你介绍一下。上次看了一下咱俩的合影，就打听你有没有女朋友。你说这人要长得帅，真是赚便宜啊！你嫂子当年追我追的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。玩玩具了吧？真不用啊，我可见过，挺漂亮的。不用了。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姑娘，挺机灵的，有点皮。也很听话。行啊，刚刚休假认识的。不是，是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，那怎么现在才谈啊？我以前判断力不行，没再谈。不会吧？不会是人家不喜欢你吧？啊？我觉得不至于。宝刀不老啊！幸好这次我没事儿，不然家里这点钱真经不起花呀。这种时候就觉得孩子也不用太有出息，还不如就在老家小城市里找个工作，不然干金融也行啊，好歹时间还自由一点儿。哎，有个事儿要问你啊，于头。如果真是好几个月，投行会等你吗？还是你不管这边，甩手走人？月头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挽留你吗？因为我从来都不认为你会走。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。